桃园哦，新的建案真多，大型的机械出入率，四界拢个乌光线，常常损害着车路。最近一半冬哦，已经通报117件咯，有22件建案互要求爱停工。监管处嘛表示讲，若无甲道路修理好势哦，就袂发互因使用执照。桃园建案真济，新建中的都达到1000多件。4月会当看到施工中的建筑工地，真济工地定因为大型机库出入、光线开乌，造成4块卫定行道甲道路破损。外半年通报达到117件，民众多数烦恼无注意，会跋倒受伤。大型机具这样一直进进出出啊，会有一些担心吗？一定会的啊，就是尤其说这边的道路又比较狭小，有行人经过的话会担心安全啊，一定会弄坏的。会担心跌倒吗？会啊。那个地点我们知道说他在施工，我们就不会走到那边去。针对定传出建案损失公共设施通报，监管处台北讲，过去营造厂因为施工弄害道路，只要伫摕到使用执照进前修好就会当。也毋过因为未少工地工期真长，市府已经伫去年8月发布修正新规定。现行的规定就是，如果建商对邻近的公共设施的损坏，经道路主管机关认定已经引起公共安全的疑虑的话，我们会立即停工。监管处表示，外半年117件通报案件，已经有22案下令停工。无修复完成，唔合法使用执照。另外，政府民众反映，南马空车排队造成大客车甲观赏的时有损人等，也当然建议修正建筑工程施工损害人房争议事件处理办法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